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魏文清。幾個月前在下發佈咗上下兩集記同父同母成活六兄弟姊妹或以上。除咗重慶動物園記錄六大順外，仲有至少12個同父同母多兄弟姊妹記例子。希望大家有睇過呢個主題。好，最近做2004級大熊貓主題同金虎最親的旁系親戚短片，發現其實比力都有多個同父同母記兄弟姊妹。屈指一算，玲玲公主組合共有6名成活記子女，應該要上榜。7集。玲玲譜系號424，雄性，1995年出生於重慶動物園，父母係川川、新星。2002年12月，玲玲搬家至中國大熊貓保護研究中心，喺嗰度住咗10年，並製造咗好多隻小熊。公主譜系號477，雌性，1998年出生於熊貓中心記核桃坪基地，父母係大地、糖糖。玲玲公主喺熊貓中心孕育咗3.5胎。格格同郡主係對同母不同父記雙胞胎，格格記父親係玲玲，郡主記父親係壯壯。玲玲公主組合誕下6隻幼仔，全部成活，叫做格格、雅奧、麗麗、比力、竹玲、竹海。佢哋係同父同母記6兄弟姊妹。格格曾出差至四川省峨眉仙芝竹尖生態公園，現居天津動物園。格格有6名子女，其長女係大連森林動物園記妙音。2006年，雅奧搬家至上海野生動物園，喺嗰度生活咗10幾年。2022年，雅奧因患腸梗阻去世於上海野生動物園，享年18歲。麗麗、比力係對龍鳳胎。2008年3月，比力搬家至香港野生動物世界，現名長隆野生動物世界。2008年汶川大地震後，核桃坪基地受到嚴重破壞，5隻來自臥龍記大熊貓仙女、耀耀、麗麗、婷婷、白羊前往廣州寄養喺香港野生動物世界。比力仙女就係喺香港一見鍾情，早熟早戀，自行交配。幸福係要靠自己爭取記。比力仙女後來獲選為旅日大熊貓，旅居日本東京上野動物園13年。比力仙女喺日本記名字叫做力力、珍珍。比力仙女喺日本誕下香香、曉曉、蕾蕾3名子女。比力仙女、香香公主都已經回到中國，曉曉、蕾蕾現居上野動物園，歸還期係2026年2月。至於比力記雙胞胎姐姐麗麗於2010年回到熊貓中心，2012年出差至浙江省杭州野生動物世界。舊年2024年，麗麗喺杭州野生動物世界因病去世，享年19歲。竹玲、竹海係對龍鳳胎。姐姐竹玲曾出差至山東省威海劉公島國家森林公園，現居熊貓中心記都江堰基地。弟弟竹海於2008年不幸夭折，活咗10個月，亦要算作係成活記幼仔。玲玲公主組合同冰星、花嘴巴組合並列第13名，所以第1至12名記組合係維持不變。除咗永明外，原來玲玲都係2度上榜。玲玲、阿魯爾、玲玲公主2個組合分別都有6名成活記子女。如果中意呢條片，麻煩按讚、訂閱、留言加分享。你嘅互動會令影片更易被推薦，被更多觀眾睇到。感謝感謝，咁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